伫咧台中清水有一个查甫人讲，因为要等粪扫，煞了袂着粪扫车，赶尾付去跋一道，足唔甘愿，全举刀啊，爱清洁队员出来讲。清洁队员是赶紧秘伫车内敲电话来报警察，也即马一个举刀的查甫人互逮捕，去互法院裁定受案。这四出查甫人摕西瓜刀走出来，想要找清洁队员理论，当时队员秘伫车顶翕到这个恐怖的情形，并且报警。警方到现场了后，是甲举刀的查甫人抓起来，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。随即启动优势警力赶捕现场，现场即时将蔡贤以现行犯逮捕到案。代志发生伫27日时11点外，台中清水新清路这条巷啊，64岁姓蔡查甫人摕藏着西瓜刀，看到清水区清洁队的粪扫车到位时，刀摕出来讲要找姓王的队员，情绪也真激动。原因是因为2日伊倒粪扫时阵无赶到这个粪扫车，结果家己也跋一刀。伊去跋倒啦。跋倒探喘啊啥，我咧甲伊讲个就烧声啦。我等真气的款啦。这个几摆咯，走但嘛等会着着嘛，哪会讲是伊这等无着？也若清洁队员方讲叫代志定定听到，以中台湾来讲，像是南投德山，有民众因为无确实分类这粪扫，清洁队员甲苦劝，并且请伊提转去，扣去互伊骂，甚至要甲踢。分林是伫今年5月，分别伫水南甲斗南拢各有一层。也若台中是头一摆发生。清洁队是讲，除了加强宣导动人敌群的安全以外，也呼吁民众爱理性。区队将针对相关同仁持续加强心理关怀辅导，并提醒执勤人员随时注意周遭环境，如遇有突发状况，务必迅速逃离现场，以保护自己为优先。也台中检方27暗时对四川查甫人进行发现，认定伊涉犯刑法妨害公务、恐吓危害安全这罪嫌重大，而且反复实行恐吓犯罪的疑虑，有关押的原因甲必要，向法院申请关押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